礼拜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心全力的来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礼拜当中因为与你美好的交通而领受恩典。我们特别将今天带领敬拜的敬拜团仰望在主手中，求主赐福带领保守，透过他们所做的工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同时也将今天的诗会传讲信息的牧者以及所有参与服事的同工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保守。主啊，我们是特别感谢你，在前2个礼拜，我们经历过长子的改选，选出合您心意的同工。求主你与这个新成立的团队同在，让我们同心服事，合力兴旺福音，来荣耀你的圣名，并且带给更多人祝福。求主保守眷顾一切。我们特别将我们亲爱的台湾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你赐福带领保守。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是奉献歌。各位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家人们，平安！平安！很高兴在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从座位站立起来，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一生要紧紧来跟随我们的耶稣。我们一起来拍手，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呼喊：
有事物，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失恋中，在失恋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我全所有，基督我全所有，就安心了在于你，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暴风雨中，我灵歌唱，与你同行，荣耀归给上帝。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一切都在你，你是我们心中最渴慕的。我们来宣告，我们要跟随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再次宣告，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十架在前，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跟神说，主，我们永不回头。再次宣告，十架在前面，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再次宣告，基督你使我满足，基督使我满足，你是我们心里所需的，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们跟神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跟神说，主啊，我们永不回头，我要一生来跟随你。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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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再次跟神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是的，神，主，我们要跟随你，永不回头。主，因为唯有你配的，主，唯有你配的。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你赐给
奇妙能力医治了我，我愿意献上我的灵，单单归于你，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从头再来唱一次。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主，你赐给我们新的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你的宝血洗净我，恢复我心深处。我要永远宣扬你作为。你赐给了我新的盼望，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我愿意献上我的灵，单单归于你，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的一切。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是的，神，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你恢复我们的心。主，在今天，神求你亲自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主，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你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主，赞美你，谢谢你，因你十架。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你的十架。我邀请大家把我们的双手举起来，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
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哈利路亚！是的，神，主你奇妙作为就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孩子们将今天的敬拜在你面前献上。主，愿我们的敬拜能够成为那馨香的活祭，蒙你所喜悦。主，愿我们的敬拜是在内院的敬拜，而不是在外院的敬拜。主，谢谢你，主，谢谢你如此的深爱我们。主，因为你的十架，我们得自由。主，因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你医治我们每一个人。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你亲自触摸我们每个人。主，谢谢你，主，谢谢你。孩子祷告不完全，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谢谢 Together 敬拜团今天带领我们一起以敬拜赞美来进入神的殿中，一起预备来聆听他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24到29节。约翰福音第20章24到29节。24节。当耶稣显现时，12使徒之一的多马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其他的门徒把已经看见了主的事告诉多马。多马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并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对不信。”1星期后，门徒又在屋子里聚集。多马也看他们在一起，门关着，可是耶稣忽然显现，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是多么有福啊！”愿上帝祝福听他的话又照这样行的人。今天蔡主任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圣经人物系列71多马第1讲》，让我们一起恭敬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使徒系列的其中一个使徒，叫做多马。多马他被称作怀疑者。那我们今天要透过所读的经文，一起来思想他的生命故事。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您时常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此刻我们要仔细聆听你的话，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并且让我们心中有智慧，可以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也让我们领受祝福。恳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多马的故事哈。首先，多马被称作怀疑者。那我们要明白，这个怀疑哈，
怀疑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从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会慢慢的体验到这一点哈。小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对某些人非常相信，可是，一旦有时候我们发现某些人对我们说的话语没有兑现的话，那我们就心中就会开始产生怀疑。那怀疑的种子就种在我们心中。举个例子来说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的经验一样，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亲戚朋友来拜访，都会包红包给我。那当收到这个红包非常非常高兴哈，可是当这个亲戚朋友离开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跟我说哈，来，你这个红包交在我手中哈，我先帮你存着哈，以后再给你。好，没错哈。所以，可是等着，一年过去了，明年又拿到红包的时候，照常的场景又再一次发现，还是会被收起来。所以我们不免会产生怀疑。生活当中这些大大小小的经验，让我们心中总是会对别人对我们说的话语，特别是一些真假难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怀疑。但是，其实最令人难过的是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世上生存，怀疑好像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我们轻易相信别人告诉我们每一句话，别人告诉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如果非常非常容易相信的话，很快我们的生命就会出问题。特别是最近假消息那么多，别人传给我们的讯息，或是对我们说的某些事情，到底是真是假，有时候真的很难判断。我在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正好在准备吃晚餐的时候突然间我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是我不认识的一个电话，也听他声音我也不熟。他告诉我他是某某教会退休的牧师。那他跟我说，蔡牧师我告诉你，现在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对台湾的贫穷的人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说，你可不可以现在就去领3万块钱那我正好在那个什么南京东路跟哪个地方的交叉口你把这个钱送到我这边来那我们运用这笔钱就可以使台湾的一些穷人得到帮助那我听到这边的时候我原本说应该要帮助人家一下，可是现在这个诈骗集团那么多真的不知道怎么印证。那我说，你这笔钱要怎么用才会帮助台湾的穷人？他说这笔钱他要把这笔钱寄到香港去然后就会有人会寄很多很多的钱到台湾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帮助台湾的穷人那我听到这边我就产生怀疑了，我就说我考虑一下好了，然后我就把电话挂断。就我正在想说到底怎么处理结果突然间过一会儿又有一通电话打过来，是另外一个人姓陈，叫陈弟兄。他说陈弟兄告诉我说，你一定要相信那个牧师的话然后接着我又把电话挂断。那这2个人我完全都不认识不过那个牧师有告诉我他的全名，所以我就想一想，就上网去 Google 一下看那个 FB 里面他的账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结果我用他的名字 Google 同样一个人，同样一张就是都是这个人的照片，一共有5个账号那其中有一个账号都是牧师的朋友，那其中有几个牧师我认识的，我就赶快跟另外其中一个牧师联络说，这个你认不认识我到底可不可以相信他说的话？他告诉我说不要相信他的话那后来我有去问那个，他说他从哪个教会退休的那个教会告诉我说要我提供整个过程，让他知道说要我不要相信这个人
所以有时候后来那个人还传了很多简讯来指责我用很多圣经的话语骂我说我不相信他。那所以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所措，有对于一些真假难辨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由得不产生怀疑。特别前一阵子台湾不是出现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吗？那时候我出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说我到底买这个东西吃到我的身体里面会不会对我身体造成问题，所以真的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相信。那所以我们要理解，要在这个世界，特别一个虚晃的世界当中存活好像怀疑是必须的。可是我们要理解，怀疑是很危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相信谎言，但是它同时也有可能让我们不相信真理，让我们不相信事实。但是其实最糟糕的是一些平常的小事没有关系，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是关乎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产生怀疑的时候，将会造成我们灵性的混乱跟痛苦。特别是一个人对上帝产生怀疑的时候，所带来是相当大的不幸。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从古到今最有名的例子我们人家称他做怀疑者多马，他的生命故事一起来学习，看他是如何怀疑的，看他是到最后是如何相信的。那今天的所读的经文它是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后。那复活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当时，或是说在现在甚至于在现在，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无法相信。其实初代教会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可能也曾经怀疑过。他们在一天晚上，是礼拜天晚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的领袖。可是这个时候门关得紧紧的可是耶稣突然间出现在他们当中，然后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把他的手、他的钉痕手，以及他肋旁上的伤口给他们看。门徒看了之后原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门徒们都非常非常高兴，又非常非常的惊讶。那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正如父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说完这句话之后，耶稣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跟他们说：“领受圣灵吧。”可是这一次耶稣显现的时候有一个人缺席了，多马不在场。所以当多马后来回来的时候，其他的门徒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告诉多马，多马就竟然对他们说怎样？他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并且用我的指头去摸那个钉痕，用我的手去摸他的肋旁，我绝对不信。”所以多马这样，他不看见，他就是不相信了。结果1个礼拜之后，和合本是写8天之后，大概是这段时间，经过1个礼拜的时间，门徒又一次聚集在屋子里面，照样把门关起来。可是耶稣突然间出现了，这一次多马终于在场，耶稣就走向多马去，然后对多马说：“你把你的手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对他说一句话，说：“不要怀疑，只要信；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马上告白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一句话，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我而信的，
是多么有福啊！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看多马所发生的这件事情。那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先来看多马这个人哈。如果只有福音书只有前3本啊，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如果这3本而已，我们只知道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但是约翰福音书的作者，他为多马留下了很多很宝贵而且独特的史料，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来了解多马。多马这个字哈，叫做双生子，就是双胞胎的意思啊。它又叫做低土马，哈，这是不同的语言，哈，都是说同样都是双生子的意思，哈。有人说他原本是叫做犹大，因为耶稣的门徒当中已经有2个犹大了，哈，一个是雅各的儿子犹大，一个是卖主的这个加略人犹大。所以为了分别起见，哈，大家就叫他的小名，叫他多马。意思就是他可能是双胞胎当中的一位，也有人说哈，也有一些学者从过一些文件说，他因为长得蛮像耶稣的，所以人家就称他是耶稣的双生子哈，双胞胎哈。那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写，不过他可能是双胞胎当中的一位哈，所以他被称作多马。那今天我们在看多马的故事的时候，哈，通常我们会笑说多马是多没有信心呐，我们会指责他的疑惑。可是哈，其实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多马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哈。事实上我们跟多马也差不多啦，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信仰的态度哈，有时候都会疑神疑鬼啊。其他的门徒还没有见到耶稣复活之前，也同样是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他们听到或是看到耶稣复活的消息的时候，也是非常惊讶。就算在今天，我们如果相信一个人死人从死里复活，我们多少也会产生一些存疑呀。所以多马的怀疑其实是人的心态了。而且多马的态度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他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因为他的怀疑是诚实的，他对于那些他所不懂的，他绝不假装懂；对于那些他心里不相信的，他绝对不说他相信。所以他具有一种不妥协的诚实精神。在他怀疑的时候，他不会伪装我不怀疑，所以他诚实的说出来。所以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比不上多马，因为有时候我们即使对很多事情不清楚，我们也不敢问，假装懂。像牧师刚到教会的时候，我大概是大学1年级的时候，参加教会的礼拜很多程序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不敢问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唱圣诗的时候要站起来。那牧师讲道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坐着，只有牧师一个人站着？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然后特别是我参加台语的礼拜那教会里面使用的台语有一些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所以对一个不是教会里面的人，比如说要祷告的时候，那个司会的人会说：“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对不对？”三甲我就完全听不懂听不懂。应该是像我们平常话，就是说咱做伙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嘛，可是他们都咱三甲来祈祷，有时候他们又说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就好像祷告一定要低头的样子，所以我每次那时候刚开始到教会的时候，我祷告一定会低头，不敢抬头，那后来才发现说，祷告其实它跟姿势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时候特别是教会礼拜的时候，如果你参加台语的礼拜，有一个步骤叫做起印，对不对？我那时候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起印，起印的作用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敢问，就跟人家这样做礼拜久了之后就习惯了，就不求甚解，根本都不想要了解。
其实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发现多马态度完全不一样。多马对什么事情他都希望能够肯定的知道，他这种态度其实是值得肯定的。一个人如果坚持要把信仰的疑问先弄清楚，可以说是比那些不经过真正思考信仰问题的人更有机会得到更新。因为当他们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就更加肯定所信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告诉各位，我们信仰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态度。我们不是拿人家台语说亚优对白，跟着别人一起敬拜，糊里糊涂的一种信仰，不是这样子。我们信仰的是真理，真理不会怕被怀疑呀。今天牧师在讲台上所讲的东西，如果你不清楚、不理解，或是你觉得不合理，事实上都可以怀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牧师也是普通人只是比大家多受过一点点神学的训练而已。我有我自己的不足，也许讲出来的是不一定完全正确。再来，如果牧师很努力、很认真的传讲实在的真理，那真理是不用怕怀疑的。真理不是用怀疑就可以否定的，因为人家有一句话说“真金不怕火炼”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某些事情要有怀疑的态度，这是正确的。但是你要理解，怀疑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配合第二样。如果你只做到怀疑那你只做对了一半，还要谦卑的寻求，因为怀疑不能解决你生命的疑惑你总不能一直怀疑下去嘛。如果你愿意谦卑的寻求的话，那一定会找到答案。耶稣跟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稣敞开他的心，把真理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追寻。如果我们用谦卑的态度去寻找，身心一定可以找到真理的答案。这是多马值得肯定的地方。第二个，多马怀疑带给他极大的痛苦，但是我们要理解，他之所以可以得到更新，是因为主丰富的大爱。主丰盛的大爱是多马更新的一个关键。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着，1个礼拜之后，门徒照常聚集的时候，主又对他们来显现其实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的脉络，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说，主耶稣这一次的显现是为了多马显现的。你看，在这个礼拜当中其他的门徒因为曾经看过耶稣复活的样式，所以他们都相信了嘛。所以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跟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亡复活了。但是只有一个人非常痛苦，谁？多马嘛。他依然在忧愁当中，他心中摇摆不定。一方面要信，他没有亲眼看见，他不相信；另一方面说要不信，别人那么多人，那么多见证人都对他说，他要不相信，好像又很困难。所以他这个礼拜一定是在挣扎当中拉扯，完全没有办法享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上帝怜悯他，耶稣再度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钉痕手；伸出你的手指头来，探一探我肋旁的伤口。”又对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说，上帝丰盛的爱让这个怀疑者多马可以得到更新了。那牧师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多马的话，你敢不敢伸手去摸耶稣的钉痕手如果我不敢。如果你去那个网络上 Google 怀疑者多马看图片的话你们都会看到一个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画家画多马他是多马用这个手指头要去碰耶稣的那个肋旁就在我封面的地方有那一幅图画。
但是你要注意是耶稣的另外一只手拉着他，要去摸他的肋旁。所以你可以理解其实多马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所有的疑惑已经解决了啦，他所有的疑惑都消除了，他看见了荣耀复活的主，他看见了不幸的自己，他同时也看见主耶稣基督对他丰盛的爱。所以他接着说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他完全臣服于耶稣基督带给他的恩典。在这边其实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提醒。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理解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爱是无法隔绝的爱。圣经这样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把我们跟上帝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爱隔绝起来。世界上任何的事物，包含疑惑，都不能让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主的爱，可以超越过心中的疑惑。所以爱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前面讲那个例子只讲了一半。我说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把我们的红包收起来，好像没有还给我们。可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渐渐发现，原来当一个父母是多么多么的困难呢。可能亲戚朋友包红包给我们，爸爸妈妈也要包红包给他的孩子。可能他真的把我们的钱收起来，然后用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渐渐理解父母亲对我们的爱的时候，你过去对于这件疑惑会消除掉，让我们可以信任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知道爱就会消除疑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正苦恼着，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发生一些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不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爱你，我们就可以理解，也许上帝要让我们透过这些事情，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长。这些事物也许外表看起来是不好的，但是它会带给我们生命的益处。当有爱存在你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疑惑就会消除掉。所以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爱是一种无法隔绝的爱。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是什么？不要放弃聚会。你看多马他第一次缺席聚会，对不对？就失去了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恩典，所以他痛苦了1个礼拜。要不是耶稣基督丰盛的爱，我看他要疑惑一辈子，痛苦一辈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其实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一起聚会，真是要感谢上帝的恩典，以及台湾很多防疫人员他们的替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礼拜。但是即使疫情的期间，我相信很多人没有放弃聚会，大家在线上还是互相请安代祷，彼此支持，彼此鼓励。所以不要因为任何的因素放弃聚会，否则就会像多马一样痛苦了1个礼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给我们这2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样。多马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他一旦肯定了他所信的，他就全力以赴，他就全心相信。所以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多马是个怀疑者，没有错。他也曾经因为他的怀疑而暂时跌倒。但是，一旦他肯定了之后，
他确信耶稣是主，是他的上帝的时候，从此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的信心。根据教会的传统，多马后来受差遣，被派到印度去传福音。所以今天在印度有一间教会叫做圣多马教会，据说就是他设立的，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多马后来在印度殉教，他被人用矛刺死。所以多马从一个怀疑者，到最后他坚心相信耶稣基督，甚至为了传播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献出了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他虽然怀疑，但是他一旦相信了，就永远坚定他的信心。最后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对他说一句话，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是多么有福啊！这边告诉我们有3种人。第一种人是看见了，但是他还不信。他知道上帝是伟大的，他看到上帝的作为，但是他还是不信。这种人是最可怜的人。另外一种人就像多马一样，他没有看见，他就不信。他属于中等人啊，可以说是万幸啊哈，因为他曾经怀疑，但是还好没有因为不信而失去信仰，他重新回头得到了信心。这是第2种人。那第3种人，耶稣说，这种人是最为有福的。这种人跟不求甚解的人不同，这种人深信上帝，心中充满盼望。他相信上帝的美善，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即使还没有真正看见，但是他心里就是全然相信。其实这种人就是在指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看过耶稣基督的钉痕手，没有亲眼看过耶稣基督肋旁的伤口，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因着圣经所记载的话语，我们听了就相信。这样的人是最为有福的人。我们要因为这样而感谢神，并且祈求上帝给我们坚持到底的信心，那我们可以一生服侍他，因为这是我们可以领受最大的福气。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多马的生命故事，让我们理解，虽然我们生命当中会有疑惑，但是主你是信实的主，我们相信你的引导保守，还有你丰盛的大爱，会引领我们走向永恒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耶稣，你是我的一切。
手。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牧师特别要为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你心中依然还存在着疑惑，有一些是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你并不理解为什么。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团队会来为你祷告。我们后面那边有姐妹哈，需要人家服侍的哈，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或是身体有病痛的，可以来请人家为你祷告。来，你举着你的手，好，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把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团队会为你祷告。中间这边有弟兄，好，这边有弟兄。哎，那边也有哈，上辉那边。其他的人，我们也恳求主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疑惑，只要信。愿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消除我们心中所有的疑惑，让我们没有疑惑，只要信。我们深信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主你会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将在座所有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保守，并且恳求主你让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得到你要给他们的答案，与他们同在，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奉献。
我们一同起立来做奉献的祷告。感谢主你的看顾以及赏赐，让我们领受各样的恩典，也使我们能够平安无虞。我们愿意学习更多的以奉献服事的心，献上微薄的金钱，做你事工的使用。无论是在宣扬福音，或是帮助需要的人，都希望能够合你的心意。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一同来关心教会的一些消息，我们可以一起翻开周报第4页，小会公告。本教会已经于10月24日及31日举行临时会员合会，选举出20位新任长老及24位的新任执事，任期是从2022年1月1日一直到2025年年底。当选的名单如下，特此公告。本会消息：本周特别的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性别公益纪念主日，请兄姐一起来关心教会内外性别公益的这样的议题。以上报告，其他的消息请大家可以自己来看。我们请蔡主任牧师来做补充及欢迎来宾。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填到报名表的？有哈，我们请他起立，请共贵姓。黄先生哈，我们欢迎，鼓掌欢迎他们，欢迎他哈。好，那待会麻烦你留下一些资料，我们的接待人员会接待你。那其他有没有？好，那愿上帝赐福保守眷顾大家，好，谢谢。我们一起来唱祝福的歌曲，请起立。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